星除12等於36，咁呢就係嗰個應該星就等於36乘12。第二條呢就係概算計數，銀紙行頭啦，300乘200，跟住呢就係嗰個除幾多個啦？除10概算啊嘛，所以應該係 boy。跟住呢度呢就係5月份有31日，所以呢就係930除31乘翻14，買3送1 16蚊。咁你唔使計到咁複雜㗎，咁就16乘3除4就可以計到㗎啦。呢條呢就係全部都144，頭一條就係乘2，第二條呢就144除2，第三條144除3，第二啲呢就144乘嗰個3，所以呢就應該係 D 最大。因為如果你計到傳統計法唔係話唔得，16乘6再除翻8，就計到嗰個每個幾多錢，咁就唔得快啊嘛！嗰個傳統計法點解16乘6呢？就每個16蚊啊嘛，咁就買實際就係買6個。就得到8個，所以除8啦。咁16乘6除8可以調翻轉16除8乘6都係12。咁如果你買3送1就乘3除括弧3加1，買2送1就乘2除括弧2加1咁嘅方法。咁呢度呢就係將後邊睇嗱乘32除6即係乘2。除32乘16即係除2，跟住除36乘12即係除3，嗰個乘36除12就乘3，有呢個概念，速算嘅概念，咁你會快好多。呢個係周界乘4呢正方形啊嘛。咁就512除括弧16乘4啦，跟呢條呢就係大時4人同行啊，1人免費，即係就96乘3除4，跟住呢度呢就係兩種魚都係19蚊。即係19乘10乘括弧12加12乘3，除翻3個人，跟住呢度呢就係買3磅蛋糕就係48乘3，就除翻20，呢個係獎券問題，唔係啊，呢個係的士問題啊！如果唔夠就要加多1，跟住打每半打，即係幾多包呢？15，呢個係應該係15乘24除翻6，咁就計到。咁跟住呢就係啦，第6條。512乘除64等於8，答題。
橫式直式答案。第二條呢，就兩種計法，你一係96乘3除4，咁啊除咗先又得96乘3都係96乘3除4啊，咁即係你右邊嗰個就攞大佢嗰個3連班計法，蠢4連班應該係除4，將調翻轉，所以對嗰個數嗱，你睇到俾你睇到係冇影響嘅。如果係3連班就規定你要乘咗佢先除，4連班醒目啲啦 ，upgrade 啦，用翻4連班嘅方法，即係6連班中學就用翻中學方法，冇話用翻小學方法，一定要 upgrade。跟住呢，就係19乘括弧12加12乘3，即係再除3，即係19乘48除3。嗱，將後邊48除3，即係乘16，咁你唔使乘大佢咁笨啦。咁19乘16咪快好多啦。跟住就係要答題，每人需付304元，因為買好多魚啊，買40幾條魚，一啲唔出奇啊。跟住呢，48乘3除20，呢度就冇得除20先啦，咁就冇計啦。144除20咪7天魚4元，咁啊最少要除8天啦。的士問題，跟住呢度呢，就係15乘兩單就24，每半單就除6，即係15乘4就等於60，唔係合喎，係包，共可變成60包。